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二，列王记上卷8章28节安尼讲：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阿罗听你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。三甲来祈祷，阿罗听阮的祈祷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甲悬台，你是阮的头盔甲盾牌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保护甲帮衬。主啊，阮要来投靠你，阮要来秘伫你的实顾的，你就要用大能的手来庇佑阮，也要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安稳自在。主啊，伫生活中有一重担甲患难，得到阮得要袂喘气，阮的心中有惊吓甲不安，总是阮相信你是阮的倚靠甲帮衬。主啊，阮求你阿罗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